如果要講翻起我做社工嘅初心咧，就要由我中學嗰時開始講起。咁我中學時代嘅時候咧，就參加咗一個叫做扶輪少年服務團 Interact Club。咁佢最主要咧都係幫啲社區去做一啲社區活動咁樣。當時咧就有個社工咧就帶住我哋呢班學生咧就去一個比較貧窮啲嘅社區啦，就做一個活動。咁當日咧我哋就已經做完嗰啲攤位遊戲，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嘅。咁跟住到最尾咧，我哋就派禮物啦。咁嗰啲禮物其實係啲好少嘅禮物嚟。當時咧，我就將呢個禮物就送咗俾一個小弟弟。咁佢就好小心翼翼咁樣拎住。咁於是我就問佢，我就諗下會唔會係想我幫佢開啊點樣？咁佢就話我唔食住啊，我想留翻等我哥哥翻嚟嘅時候，我同佢一齊食咁樣嚇。咁其實呢一件係一件好小嘅事情，但係對我嚟講咧就好感動到我，因為我覺得一啲咁細嘅禮物，原來佢都會咁珍而重之，即係其實我哋有陣時做一啲好少嘅事情，其實對佢哋嘅影響係可以好大。其實視覺障礙反而促使我立心做社工。我自細10歲啦開始黃斑病變啦，咁咧就隻眼就好差嘅。17歲開始咧就好多人生嘅疑惑啦，即係點解個天要令到我隻眼越嚟越差？咁咧就即係高考嘅時候咧就即係滑鐵盧啦，即係成績好差。跟住入咗一個視障人士嘅自助團體啦。我喺嗰度見到好多盲人都好積極生活，解決自己嘅問題。咁咧就同埋好有動力咧推行呢個自助嘅運動。咁一路累積經驗之下咧，就覺得原來自己係好合適咧做社工呢一範嘅。所以視障反而咧係最終推動我做社工。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加入咗社署啦，喺社署咧工作咗19年啦。最令我難忘嘅係咧一位曾經被佢媽媽咧疏忽照顧啦，同埋打罵嘅青年，將佢咧就掉俾內地嘅親戚去照顧。咁佢寄人籬下之後咧，連食多啖飯都唔敢嘅，咩都唔夠膽去表達。後來咧佢成為處長監護嘅兒童啦，入住咗兒童之家。咁就有飽飯食啦，但係咧佢一直咧都會擔心媽媽會突然之間將佢帶走，結果咧佢咧一唔覺得不安嘅時候，佢就會食嘢，一年入邊咧就肥咗30磅。但係當佢參加小組之後咧，佢能夠察覺到不安嘅情緒出現嘅時候，佢又想本能反應咁樣去食嘢。但係而家咧佢係可以做出選擇嘅，佢可以利用呼吸啦，或者身體覺察嘅方法去調節內在嘅風浪，令到自己咧可以慢慢咁樣平靜落嚟。以前咧佢會將做兼職嘅收入咧全部都攞嚟買嘢食嘅。但係重掌自己生活之後咧，佢每日咧就可以儲低10蚊作為儲備金。佢話俾我知，佢終於咧重新掌握咧自己身體嘅節奏同埋需要。我覺得呢個小組最有意義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解決問題，而係咧讓佢咧揾翻對自己生命嘅掌控感。我就喺2008年咧加入社會福利署嘅，到而家咧都大概服務咗18年啦。咁我諗作為社工咧，成日都聽得多嘅就係講多謝啦。咁但係咧反而咧令到我刻骨銘心啲嘅咧，就係有一位服務對象咧對我講：你幫我唔到㗎啦。咁啊作為社工，我哋真係唔係萬能，我哋咧確實咧唔能夠有一個魔法棒，令到所有嘅問題咧都能夠去解決。但係呢句話提醒咗我哋咧未必能夠去幫佢走佢人生嘅路。但係我哋可以握住佢嘅手，陪佢行過呢一段佢覺得幽暗嘅一段路。咁我記得當時我曾經有個案係一個3歲嘅一個有唐氏綜合症嘅男仔嚟嘅。我仲好記得咧，佢個樣好天真無邪，係好中意笑咁樣。咁嗰時我哋就好幸運地就幫佢喺海外揾到一個領養家庭。咁就因為個手續都要好做長嘅，咁我哋就喺個手續做緊嘅期間咧，呢個男仔咧就突然間確診咗有急性嘅敗血病。咁我都祈求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完完全全可以即係醫好咯。咁好彩就係幾個月之後咧，其實嗰個藥對佢好有效。咁真正係真係醫好咗個病。咁到最終佢亦都去到外國俾領養。咁我呢個係好經歷，即係作為一個好似媽媽咁樣幫佢準備好佢。然之後去好似嫁佢出去去一個即係我覺得可以託佢終身係有一個幸福嘅家庭。咁呢一件事係即係我都會覺得作為一個好似一個過渡媽媽咧，我完成到我自己嘅責任，亦都見證到一個奇蹟嘅發生咯。跟住後來咧，我就機緣巧合入咗呢個大灣區嗰邊咧，去開始就工作啦去借鑑香港嘅社工嘅經驗，同埋管理一啲非政府團體嘅經驗咧，入去大灣區嗰度。
咁大灣區係包括例如廣東省特別係佛山啦、深圳啦、江門啦。另外我舊年都有去澳門嗰度咧，係幫手講下課啦嚇。主要嗰個針對目標咧，就係一啲內地嘅社工或者係志願服務嘅團體。因為佢哋冇香港咁早發展啦，所以喺發展期間咧就遇到好多嘅問題。舉個例子啦，我曾經係佛山一個好大嘅義工團體嘅督導啦，咁佢哋好有幹勁，好有動力，咁我就專係入去咧，就幫佢哋解決呢啲機構管理嘅問題啦，點樣去培訓一啲義工嘅領袖啦，同埋點樣喺服務即係推廣嘅時候咧更加有效率。呢個 BB 咧，其實個背景都係因為佢出咗世之後幾個月之後先至知道自己有愛滋病嘅。最主要係因為佢媽媽咧喺陀住佢嘅時候咧已經做咗一啲檢測嚇，咁個檢測嘅結果係話佢冇愛滋病，但係有可能係因為空窗期咯。咁所以喺一個自然分娩嘅狀況下咧，佢就即係感染到即係愛滋病。咁我接到呢個個案之後咧，其實初頭咧我係即係都係要做翻個過渡媽媽嘅角色啦，盡量要帶佢睇醫生啦、食藥啦，等佢個健康狀況係穩定咗之後咧，我就開始幫佢揾爸爸媽媽嚇。咁我嗰陣時都喺度諗幫佢揾爸爸媽媽喺呢個個案嚟講係相對係會困難嚇。咁但係我都會覺得我要努力去做呢件事係啦。咁好彩我哋就真係遇到有個家庭，咁個爸爸咧係一個周遊列國啦，認識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一個好有學識嘅人嚇。咁而個領養媽媽咧就係一個細個咧已經俾人領養咗嘅一個領養人士嚟嘅。基本上佢係覺得自己係好有能力可以照顧得到呢個 BB， 非常之感動嚇。因為我會覺得佢哋係真係跨越咗即係血緣嘅愛，去包容一個有病嘅小朋友。咁所以呢個個案入邊係讓我睇得到，即係人其實係可以真係好大愛。啲人成日都話上天關咗一扇門咧，就會幫你打開一道窗啦。咁但係我自己嘅體驗就係上天關你一扇門，會留翻個窗俾你自己推開嘅。因為個窗你係要靠自己嘅努力啦，靠自己嘅刻苦啦，靠自己嘅智慧啦，將佢推開。咁咧就我自己一路落嚟，人生當然唔會事事如意嘅。咁但係當遇到低谷嘅時候咧，我哋嘅焦點就會喺翻其實低谷仲有路走噶嘛。或者你唔好將個精力放喺自己殘障地方，除咗殘障之外，你仲有好多能力可以發揮到噶嘛。